大家好，我哋係心思，相信大家都有去過公司嘅周年晚會，又或者春茗，通常都係公司安排坐邊，大家就痴痴呆呆坐埋一台，一般都好少諗咁多。但係若果話連座位嘅安排都有背後嘅意思，大家又會唔會諗過先坐呢？今集我哋透過孔德維寫嘅《何處不他鄉？小眾宗教在東亞》呢本書，講下會計部 Peter 點樣喺公司春茗用座位嘅安排嚟解決老闆交俾佢嘅難題。記得按個讚，分享俾朋友，又或者訂閱我哋嘅頻道，等多啲人可以聽到我哋嘅故事啦。下星期五公司就擺春茗，每年到咗春茗嗰個禮拜 Peter 都會坐立不安，好似生痔瘡，因為老闆每次都會捉 Peter 上台唱歌，年年都係老闆越唱越投入， Peter 就越唱越尷尬。但係今年 Peter 早咗一個星期就已經坐立不安，唔通佢真係生痔瘡？趁住今日飲茶，我哋就問下佢發生咩事。原來係老闆唔想喺春茗度見到會計部嘅阿坡。呢個阿坡係 Peter 嘅下屬，之前係公司嘅紅人，但係現在變成老闆嘅眼中釘。Peter 作為會計部主管，冇理由開口叫阿坡唔好出席春茗，但係今日又要交個座位編排俾秘書，所以 Peter 好鬼煩。聽到呢度，我就諗起孔德維寫嘅《何處不他鄉？小眾宗教在東亞》呢本書。本書主要係通過16個案例，探討唔同嘅宗教成為小眾嘅過程，或者成為小眾之後所展現出嚟嘅思維模式同埋信仰調整。作者所謂嘅小眾係一個可以流動嘅概念，唔係針對新興宗教，而係任何宗教喺特定嘅環境框架下都有可能成為小眾，即係相對於主流嘅邊緣狀態。既然環境可以令一個宗教成為小眾，環境嘅改變亦都可以令一個小眾嘅宗教成為主流。我哋用書裏邊3個實例講下阿坡嘅處境同 Peter 可以點樣做。我哋要講嘅第一個案例，武則天。當年武則天散唐自立為王之後，自稱係彌勒佛轉世，以神化自己嘅統治鞏固權力。喺佢在位15年裏面，大力推崇佛教，打壓主流嘅道教，最終令道教為求生存而要接納部分佛教嘅教義，將道教置於佛教之下。情況就好似會計部嘅阿坡，當初係老闆親自請佢返嚟做上年全公司最大嘅 project， 個 project 係由阿坡同老闆大舅一齊領軍。原先諗住大舅可以借呢個 project 上位，所以阿坡最初喺公司呼風喚雨。後來個 project 爛尾，聽講係個大舅搞禍咗。話晒都係親戚一場，仲係大舅炒咗佢，以後都唔使返屋企。所以老闆就唯有揾阿坡食咗呢隻死貓。喺呢個辦公室政治入面，老闆就係擁有絕對權力嘅武則天，大舅就係被扶植嘅佛教，而阿坡就係被逼靠邊站嘅道教。統治者嘅喜好同權力轉移，直接就決定咗邊個係主流，邊個係小眾。從此阿坡就成為老闆嘅眼中釘，要隨之而後快。但係阿坡又冇做錯嘢，好難炒。老闆就將阿坡塞咗俾 Peter， 叫 Peter 搞掂佢。阿坡就由公司嘅最上層跌到落公司嘅最底層，從主流變成小眾。另一個案例就係西貢高流灣嘅漁民點樣利用儀式去重新建構自己嘅身份，從而轉身成為主流。高流灣原本係一條客家人嘅村落，每隔7年喺高流灣搞嘅安龍清醮，過往亦都係客家人嘅習俗。咁點解安龍清醮現在喺高流灣會變成一個水上人嘅儀式？自從1980年代漁民由海外匯錢返嚟支持高流灣嘅打醮，當中亦加入咗好多水上人嘅特色，例如水上人獨有象徵吉祥嘅陸上龍舟，仲會邀請其他地方嘅漁村加入，以鞏固漁民嘅主導地位，再進一步確立高流灣係一個漁民社區。通過團結海外漁民，高流灣成功由一個客家人嘅村落蛻變成為一個漁民社區，從小眾轉型成為主流。
阿坡亦都曾經嘗試拉攏會計部嘅同事，以建立自己嘅陣營，亦都嘗試透過做 project 聯絡返曾經一齊做過嘢嘅其他部門同事，希望可以集結一股勢力。但係人都知道老闆已經唔再睇佢，冇咗後台。從前話想跟佢搵食嘅，現在都怕佢有陣味，冇人埋佢堆。佢嘅努力終於失敗，仍然停留喺小眾嘅邊緣狀態。既然阿坡自己翻唔到身，作為上司嘅 Peter 又可以點做去迎合老闆呢？書入邊最後一個有關性交轉運嘅案例就俾咗佢一啲啟示。顧名思義，性交轉運就即係以性愛交合為媒介進行嘅法術儀式。一般應該唔會有人周圍同人講佢去性交轉運，所以我哋得知到嘅個案都係上咗法庭。喺法庭嘅眼中，縱使雙方喺充分資訊同心智健全之下同意發生性行為，但係當性交建基於轉運呢個前提下，法庭就會斷定當中一定有詐騙、恐嚇或者不當嘅影響。法庭一般都會判罪名成立。法庭呢個判決將咩係正統、咩係異端劃咗界線。呢個做法亦都可以話係主流對小眾宗教嘅公開羞辱。法庭代表社會建制，而 Peter 同老闆就代表公司建制。佢哋同樣可以透過一啲儀式去劃定邊緣人。講返 Peter 單嘢，為咗要表明老闆對阿坡嘅立場， Peter 要通過呢次春茗對阿坡再一次公開羞辱，所以 Peter 決定今年自己唔坐主家席，放棄近距離睇佢嘅偶像風魔萬千少女嘅男團 Lone Nine 嘅表演。佢要坐返喺會計部嗰台，成個會計部連埋佢總共有13人，佢坐埋落去就啱啱好多咗一個，咁 Peter 就有藉口將阿坡安排去全場最角嘅一個位。咁樣做，老闆就見佢唔到，亦都希望阿坡明白老闆嘅心意。其實無論係宗教定係打工仔，所謂嘅主流同小眾都只係局限於特定嘅環境。阿坡喺呢間公司雖然變成小眾，但係就正正呼應咗本書嘅書名，何處不他鄉呢？既然呢度容唔落佢，阿坡大可以遞辭職信去另外一間公司重新建立自己嘅主流地位。我哋今日要講嘅就係咁多。本書仲有好多有趣嘅案例，例如話馬來西亞嘅千依百順妻子俱樂部點解會將主流變成小眾？透過呢個故事，我哋可以睇到小眾唔係固定嘅概念，而係相對於主流嘅狀態。有興趣嘅就買本書嚟睇下啦，或者你都可以從中揾到辦公室生存之道。我哋下次再講啦，再見。